敬请收看台视新8点档《梦乡》。我想讲吼，你家己一个人伫外面哦，日子也毋是遐好过啦。这钱你撒咧，行李我咧款好。阿母，你真是要赶我出去？该讲的话我昨拢已经讲过，我即马无想咧讲。阿母，什么？你嘛互我看卖囡仔，互我抱因一个。阿母，我求你啦！伊想我寒10个月啊，生落来亲骨肉咧。哪着安尼啦？你若加看是加唔甘尔尔，反正早晚拢是都爱分开的，免看啦，你紧走。若毋是你安尼想，我哪会甲我囝分开呢？你骂我凶，你嘛做过人母，你嘛捌失去囡仔的痛苦，你的心哪阁遐尔凶，硬要挑战阮母仔囝。这一切错误，拢是你造成的，是你的错误，才害我无存一去不回，害我失去唯一的后生，也是你的错误，才害我这门，伊注定都爱无爸无母。就是讲无出的事是我的错误，啊，不过为什么你就会原谅倒三的错误，原谅无出的错误，就袂当原谅我一时无死的错误？我就是袂当原谅你。我是讲了无唔对，伫你的目睭内，教到你的子孙，才是你的家己的人啊，其他的拢是外人。你也是一个自私的查某人，你的不幸，都是你家己造成的。不可能是，你的钱买袂断我对囡仔，买袂断我甲囡仔的亲情。有一天你知影，你是上失败的查某人，这一切拢是为你的自私。你干嘛出去？你真是给我出去！你出去！出去！你是不是？你一定记得报警！你出去！我今天一定后悔！你出去！你一定后悔！你个囝啊！你个囝啊！你去出去找我啦！
感谢，好食你就上啊头前。大某若娶了你就娶，细姨啊你就爱摇话。大一声哩啊，看到这笑面虎的办事，稳当无好代志的。大人啊，遮敖早就要鱼啊！啊，你来了毋着时阵啊啦，迄个下晡时啊阵啊对吧？迄鱼啊上青啦。你的记性很好，记我一遍就记条条啊。打像大人你种大人物，当然嘛爱记好条，也若无就惨啊了。安尼上好啦，我就不用自我介绍，麻烦你对我行一转。大人啊，啊我伫遮坐遮久啊，也无啥物代志，啊我是毋是应该转去啊？你水拢还袂啉呢。来了来了，讲吧。代志哦是安尼啦，最近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，安怎想拢想无，所以啊，专工请你来遮，甲我斗相共想一下啦。大人啊，啊你嘛爱讲笑，骗我王啊这款卡笑，啊大人你都想无啊，我要哪想会出来啦？不，你一定有办法帮我的，除非是你无想要甲我斗相共。无咯，大人啊，假使我王啊吼，若斗相共下去甲你斗相共，这是我荣幸了。好，爽快。其实啊，我的问题啊嘛真简单啦，就是为什么这个林茂春是伫你的厝内底掠着呀？你是讲这件代志吼？都因为吼，我的媳妇就是玉梅啊啦，这个林木春吼，就是伊阿兄啦，我的媳妇玉梅都也袂互掠进前吼，人伫艰苦啦，这木春少爷吼，去阮平甲往诊啦，是去甲我的媳妇看病啦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就是说嘛，像你这么正直的人，怎么可能去把林茂春给藏起来了，对不？你看，你不是替我找到答案吗？有影咧吼，安尼无代志啊，我先走哈。哎，我这个人啊，一向讲究的就是礼尚往来。你帮了我一个大忙，你马上好一个机会，给你斗相共才对啊。免啦，我咧想的吼，也无啥物代志，人斗相共啊啦。阿红的呀，你有所不知啦，你是一个偷嗨啦，我呢是最钦佩这种靠天吃饭的人，因为啊，他们都是最单纯、最善良，而且最服从天理的人。我就是因为知影你不是一个歹人，所以啊，今仔日才专工请你来遮坐坐，好我有这个机会向你报告一点仔消息。这样，唔免啦，不敢当啦，不敢当。敢当也好，不敢当也好，过去的代志拢过去啊啦，我也不想再追究。不过我实在是替你一家伙仔未来担心呢。替阮一家伙仔未来担心哦。大人啊，多谢你的关心啦。阮皮家吼，就过到安尼平安啦，真妥当的。本来是很妥当，怕就怕你那个媳妇啊。你是讲玉梅啊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你那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媳妇啊，她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惹出麻烦来，去牵连到恁皮家。伊哦，就追求一个不定时炸弹，唔知倒时间会砰一声去伤着你，你去囝，到你的金孙啦。像这款的媳妇，你搁留伫厝内底创啥啦？大人，
你放心啦，我等去哦会好好甲教示啦。我向你保证，后摆哦绝对哦袂来惹带领你的麻烦啦。惹我麻烦？我怕什么麻烦呢？麻烦要是遇到我，我才有官好升呐！啊，我怕什么？不过，假说你一个回来去拄着麻烦，的确，你就变做家破人亡的代志啊！你为了袒护媳妇，却来祸延子孙，安尼敢有价值？好歹吼，阮遐都已经甲带进门啊啦。想讲也要赶哦，无忙，等下迄囡仔甲车向断，要赶才来甲赶。这么说，我的建议你是不领情，你的忙我是没有办法帮你的忙喽。我最近哦，在调查你们彭家大大小小的事情，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。林茂孙是在228之后离开台湾的。根据当时的情况研判，他唯一的可能就是这渔船逃走。不过在当时，有什么人有遐尔大的本事再走？林永寿唯一信的贵人就是你，敢袂遐尔拄好，就是你再走的。不过家人问题哦，都是假设。假设的意思就是不得看，就跟他讲生笑了，讲过就准耍。我后来是诚心诚意的，请你给我一个机会，帮你的忙好不好？那无讲，万不行，那个假设若是变做真呢，我就无法度跟你斗相共。好了啦，不耽误你。你回去啊，千万好好想一想，我这个人啊，是不随便给人家帮忙的啊！来，送一下好不好？吃。孙家。我这里啊，这下，来，阿婆婆，来快呀！行，进门嘞，你是干嘛这里？慢讲，哎呀，慢讲，哎，慢讲，哦，来，我讲饱，你食饱来去找一个耍吼，乖，哎哟，生上乖不乖无？金孙呢？哪混？哪混啊？叫我乖吼，阿母带去大哥找阿姑啦。听讲阿姑带台北生意做得足大海哦。阿公嘛是流浪，阿姑一定是流浪的啦吼。乖。
王伯啊，调查局的话，敢会当相信哦？啊，即马规个资料拢伫因的手头的啦。我若是唔相信，我太着找你出来参详咧。要毋过，假使你真是听因的话，要甲阿梅赶出去批假，安尼对阿梅哦，伤过无公平啊啦！就算讲我搁较咱老翻颠啦，我嘛知影我安尼做对阿梅啊真无公平啊。假使我用我这条老命甲伊赔吼，我是唔惊啦，我是咧顾虑着海啊甲日升的爸仔囝。为什么因就是不爱放过阿梅哈？伊根本啥物代志都无做啊！伊只是一个平凡的阿母，平凡的媳妇安尔。伊到底是倒位伫妨碍着因遐做官的人哈？就是安尼讲嘛。咱这戆百姓吼，生活都咧艰苦，这就准拄好呀。是咱运气哪会遮尔歹？阿梅即摆已经袂通倒转去恁家，假使连你嘛要甲伊赶走，伊真正啥物拢无啊！这我哪知影啦，阿舅啊，你嘛甲我斗想看觅，万不然吼，有一天若是发生什么不幸的代志，来牵连着阿海啊、甲日升啊，来害平甲毁掉的，你想我着安怎？王伯啊，我知影你足为难的。假使吼，平甲若真是咧家破人亡哦，阿妹啊吼，伊原来真唔甘愿啦。这日升啊吼，生到啊真可爱啦，看到伊笑吼，阮就足欢喜的啦。看到伊遐健康，阮就足满足。若真是安怎，我这做阿公原来唔甘啦。我相信阿妹啊吼，伊原来无愿意哦，看到家己亲骨肉来发生着这不幸的代志啦。王伯啊，你是真正哦去互调查局吓惊着啊！阿舅啊，你笑我王伯也无大好啦，笑我无担当也好啦。但是哦，我要甲你讲啦，咱这人生哦，就是敢若掠鱼共款啦。迄希望啊，等咧船啊后底拖啦，船哪行哪咧望鱼啦。毋拄好吼，迄希望啊卡着伫海底啊，迄希望啊底准互你较济鱼，你嘛是爱看破，甲这希望啊所挂掉。假使你也毋甘哦，凡说规只船啊拖咧，你敢会知？即马对我来讲，处境是共款，到底是要挂，也是毋挂？若是挂当，对阿妹也是真无公平；假使若是毋挂，阿爸，阿爸，你真真好命呢！我来无闲规工，煞无看到你的人，你是走去对魔鬼啊？无讲话你我知。你也是咧创啥啦？我鼻看有酒味无啊？你是毋是偷偷走去啉酒？你遐急要创啥啦？你看，做贼心虚哦。是想甲你讲哦，我早啉酒啦。哦，你无去啉酒，我知。你是毋是走去吹粉味啊？爸，你年岁遐大呢，搁定定安尼，你家己身体嘛是爱顾啊。唔正死囡仔咧，讲到哪有影咧？恁爸个像你讲的安尼，这样老不休哦。无着无用讲的就好啊！你搁拍我的头的啥？讲了一句长长啦讲。看伫外口你用糟蹋，转来就讲互你啊创治，你实在有影哦。你哪安尼啦？我甲你讲算笑的，你煞咧闭面啊？闭面就闭面，但是哦，恁爸仔今个时间咧拍哪样哦？代志唔好啊啦。但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毋你亲嘛？听讲村长抱因囝离家出走啊啦。
哪呢？啊，谁啊离家出走啦？我会知，恁母啊，即摆当然生气，啊，我食中金呢。阿妹，你即摆是要去啉茶啊？我本来我唔知安怎，我等下看卖下去。你阿母即摆咧风火岛尔，万一若去，你扫着风台尾是要安怎啦？啊，毋过亲着我即摆。阿妹啊，人哋讲哦，见事看办啦。啊，即摆情形安怎你都唔知，啊，青帮白帮啊走去，唔对插着恁阿母，啊，颠倒害。阿妹，无安尼啦，我甲海后上来看卖，啊，你厝顾好哈，啊。阿妹啊，你着听阿爸的话啦，阮先来探清楚看卖，啊，以后要去嘛袂慢啊，吼。小青牛啊！阿母啊，啊，听讲春潮啊离家出走，啊，敢有这件代志？讲啊，这个袂见笑查某吼，伊都要走，就做伊走就好啊，连阮阿芬也煞甲带去。可能做这款代志。阿母啊，有可能是带出去外口踅踅，等下就回来啊。转来，准做伊若有迄个面皮通我倒转来吼，我嘛不准伊甲我打入来啉咖一骹包啦。我听你这话的意思，啊，你有春办讲啊，无啊春潮啊，甲囡仔抱回来哦。囡仔是阮无剩的呢，我当然希望囡仔找回来啊。啊，若春潮啊吼，伊是我甲赶出去的啦，我不准伊回来。春潮是你甲伊赶出去啊？啊，伊到底是倒位做毋对？倒位做毋对，伊家己上清楚啦。总讲一句啦，我这世人永远都袂原谅伊，伊嘛免想要做阮林家的新妇。我定定咧笑啊吼，啊食老啊可能是老翻天，啊阮海啊吼，啊嘛定定甲我骂讲吼，我卡袂着就起性落地，嘿，啊想袂到啊先生娘啊，啊你的性地，想先生娘啊，啊你既然哦，甲无啊春潮啊倒转来，无要谅解，啊这厝内面啊大遮尔大，啊嘛需要人安尼看头看尾啊。啊，无安尼啦，叫阿梅吼倒转来吼，啊斗3工，你想安怎？无需要啦，阮兜的代志无需要别人来管啦。你莫看我一个查某人，我甲你讲啦，我就唔相信讲我这个查某人无才调对我这个孙甲饲大汉啦。毋是讲你无才调啦，啊是讲敢需要安尼拖磨啊？你原来有岁安尼，囡仔还搁较细汉。啊！你敢有法度照顾一世人哟？对啦，阿母。先生娘啊，我讲正经的啦，林家吼好啊，厝前厝后遮尔大间，甲恁妈孙仔尔伤过稀微啦，较适合后面倒转来吼，安尼就加足老客了呢。你就莫遐尔固执啦，就爱决定啦。就安尼决定。你这是咧决定啥物？这间厝是我主人还是你主人哈？我咧讲的是为恁好的啊。无需要，我甘愿囥咧互做老孤困。阿妹也毋是阮林家什么人啊，从今以后，莫搁在这咧牵亲恁情啊！阿母啊，你哪当讲这款话啦？阮这间厝吼，若是有我甲阮媳妇就会用的啊，啥物人都无需要，你啥都免想要我的。这门是要传阮林家香火，我会好好甲伊请养到大汉，我不准任何人搁再来伤害伊，我嘛不准任何人搁再来我的，任何人我都不准，不准！为你袂吃袂困，心思白头白发，一生只爱你一个。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阿爸，嗨，爸，我那不要紧哦。
条这样就给他抱走来啊？其实啊，毋是春条啊家己要走的啦，是恁老母逼伊走的。啊，我老母那个春条赶出去啦？到底是发生啥？恁老母是无讲啦。要毋过这大家新妇爱冤家拆破面，我看毋是小可代志啦。我咧想哦，春条啊可能想讲啊，踮咧林家已经无望啊啦，啊，才会高不离三种，啊，甲雅云啊偷偷抱走啦。你对啦，我来找春条啊，我甲春条叫转来，无一定，我若母会原谅伊嘛，无一定啊。原谅，我看吼代志无遐好瞧啦。啊，恁老母迄个个性，你也毋是毋知影啦。搁再讲吼，伊搁呛啥咧呢？竟然讲叫春条吼不准吼，搁打林家大门啦。我看这件代志无遐简单就煞啦。啊，听恁老母伫咧讲哦，春条应该是走去台北找因阿兄啦。啊，答因阿兄叫做什么名？啊，住在什么所在？啊，你也毋知影，你是要对遐找咧？嘛要记住，我嘛要等靠老母一下啊。你即马去去踢着地方的啦。拄则吼，我哪建议着恁老母啦，啊，互你转去厝吼斗3工啦。啊，恁老母吼一声就甲我回调呢。啊，伊还佫讲你毋是林家的人啦，啊，叫你吼后边毋通啊甲林家安尼佫咧牵关系啦。阿妹，你有听无？你若母着讲遐话啊，你着千万毋通转去啊！你转去着，嗨啊，不管伊安怎讲，伊永远拢是阮老母。虽然讲我毋是伊亲生的查某囝，啊，毋过伊饲我10几年，这个恩情我一世人都还袂完。搁再讲，即摆上需要有人倒来身躯照顾伊，啊，我若搁无转去，我是会变成一个忘恩背义的人。这个代志我做袂到，你嘛做袂到对无？孙呢，你都毋通甲恁阿爸共款哦，你都爱听阿嬷的话吼。你毋通亲像恁阿爸甲阿妹共款，阿嬷真可以，因就真误我，吼。阿母。你要创啊？春条要叫你来抱正门的，哈？你怎要来抢我的正门？不是啦，阿母。不是，无你是要创啥？你出去啦！你即马随甲我出去！你要创啥？你莫话我！你出去！你甲我出去！阿母啊！出去啦！你即马是安怎？你是春晚要转来孽缘？我都予你气死，你才会甘愿是无？你莫安尼啦，你莫话我啦，出去啦！你莫生气，我即摆就来走。你莫生气哦，阿母，这鱼啊，是我来要互你食。阿爸，阿爸，你是安怎呀？
海也搁了你生气啊？但阮爸仔囝一天到晚咧冤，安尼要气也会冤。阿爸，还是你有心思是？无毋对啦，我是有心思啦，都毋知要为底遐讲起。是讲阿妹啊，你转林家，有拄着恁老母无？我本来心肝咧在想啦，你若是甲恁老母和好，你就暂时踮咧厝安大一站一来会当就近来照顾恁老母较进门啦，二来嘛。你会安怎？想代志到遮来我也无想要甲你隐瞒啦。阿妹，迄调查局迄个姓唐的已经来找我啦。姓唐来找你，伊甲你讲啥？伊就甲我讲你若是继续搁留踮咧这平价，平价会带来不幸啦。本来我是无想要插你啦。也毋过伊都毋知为底下直来迄种消息啦，你怀疑我当时用船载无出偷渡出去啦，即摆这样代志伊要调查啦，伊用即件代志来甲我威胁，阿妹啊，也准讲你是我，是要安怎咧？阿妹啊，我哪知影你是一个好媳妇啦。也毋过迄个姓唐的笑到苦的，笑到卑鄙的啦，硬要甲你夹死。我咧想后边毋知要变啥物出头出来。你的意思是？我本来咧想讲恁老母也肯接受你，你就倒转林家小徛一阵等下这风头过，才去拍算。也毋过即马。我知影我安尼做是较自私啦。阿爸，我要撇去倒啦，林家我袂当转去。我即摆若搁离开平家，我真正无底气啊！搁再讲，日新搁较细汉，假使伊若无我伫咧身躯边的，囡仔是足可怜的呢。阿爸，海也自细汉就无老母，敢讲，你无法度体会。囡仔无老母咧身躯边款的心情是啥？阿爸，我无做啥物歹代志，我唔惊伊。迄个姓唐的，伊是挑要甲我刁难的。假使讲我即摆若撇起来，你唔表示讲我应承你啦？阿爸，咱绝对袂使互你有少年达到伊的目的。阿爸，你放心。假使有啥物代志，我家一个人担，我绝对袂去拖累着咱皮家任何一个人。人在做，天在咧看，我都唔相信讲天公伯会安尼目睭金金看个姓唐啊在唱手。阿妹，你免惊。假使个姓唐的，若过来威胁你来逼你，阿爸就用这条老命来甲伊拼。王伯啊，阿妹的代志你，我已经拢甲讲了啦。哈，你真是甲讲哦？阿妹是安怎讲啊？安怎讲拢无重要啦，上爱重要我就是受亏啊啦。人咧讲明枪易闪，暗自难防啦。
啊，迄个姓唐的吼，啊要来逼阿梅啊来离开。啊，凡是有一天伊也来为难我，啊，我就逼我家己来走。你的意思是？时到时担当啦，无米才煮番薯汤啦。我才唔相信你个姓唐的哦，伊会对我安怎？好不好？当年你在林茂村偷渡出境的事，我已经问过一些村民，有人老是对我讲啊，你跟我什么话头我讲？偷渡出境在先，窝藏逃犯在后。阿红啊，你这摆代志大条啊啦！偷渡出境，我承认啦。要毋过吼，我无偷抢人啊啦，你莫侮辱我啦。侮辱！林茂村是伫你的厝内底掠着，敢是假？啊，我都安怎讲，你才会相信我嘛？迄木村少爷伊是家己去阮厝的啦，我也无甲藏起来啦。你啊先讲，拢讲也袂翻车。结婚啊？坐啦，坐啦。你也无必要错甲安尼啦。代志哦，嘛无你想啊遐尔严重啦。只要你甲我好好合作，你所犯的过错，我拢会用卖搁再追究啊啦。合作，是要合作啥哈？真简单啦，你只要伫这个顶头放一个手印，代志哦，一切拢好办啦。写啥我也看无啊。只要拢毋是写你的代志啦，是写你的新妇的啦，说他有思想偏激、反政府言论等等罪行啦。是啊，你要叫我出卖阮媳妇哦？不是出卖啦，是自保。刚刚你真正是要去坐监？你小狗袂见笑，你小狗笨手了，这款代志你做会出来？阮阿妹啊吼，乖乖踮咧厝，我唔捌听着讲伊讲什么政治的代志。你啊白白无要甲你甲乌，你叫我转遮，我要来转来落啦。转袂落去，你嘛爱转啦。转你一个大人啊！走。你还敢反抗？你真正是无想要爱命啊你！啊，无爱命就是安怎的哦？你叫恁袂转这哦，无可能啦！有才调咯，家己啊刺杀啦！你安怎？哎呀，阿爸哪话袂转来啊？哎呀，你要床顶个看卖无？免啦，伊会选去对，感觉替伊烦恼嘿。我看吼，伊加计搁头选去啉烧酒。万那毋是咧。无可能啦！我甲伊生活20几年啊，伊会比啥物我哪会毋知？你先啦，我阿爸讲得对，阿妹啊，咱看啦，阮阿爸吼，伊若啉无够贵，伊是袂转来的。时间较暗啊，我带你先先来内底困吼。好啦。你先我甲你讲哦。以后你若讲这步吼，你绝对毋通学吼，咱来困。阿妹啊，王伯啊吼，喊我还袂转来，伊敢会互迄个姓唐的人掠去哈？我就是烦恼这啊。阿爸，王伯，阿爸，你是去倒啦？无啦，无去倒啦，哇，人真忝，想要入来困。王伯啊，你今日哪行路头咧咧啦？啊，你平常时都……王伯啊，你咧受伤啦？哈？
无啥货啦，啊去啊，食嘛好转去。阿爸。为你袂吃袂困，心思拜头白，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阿爸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目睭哪乌青啊？是什么代志唔讲？你无小够烦啊咧，恁啊，啊，着爱伫门口有一支白。好啦，你若想要知吼，我甲恁讲啦，啊，我着伫咧江边仔遐吼，干完家相拍，啊，无仔细去抠着目睭的啦。谁人敢甲你外一个相拍啊？我别你甲我讲，我来找算账。啊，着。我别你紧讲啦！阿爸，新闻调查叫迄姓童来找你，伊该找你麻烦了。伊来找你创啥？伊哪甲你骗哪呢啦？这甲迄姓童无关系啦，恁莫问啊啦。啊，恁拢出去，莫甲我烦甲安静的好唔啦？出去啦！其他的不能够抓到。看来你是专门来找我的。你处处找我麻烦，处处刁难我，无要紧。别甲无做啥唔对的代志，谁做原因你就不要放伊耍。苦苦相逼人是你，不是我。吴雨梅，这辈子从来没有被一个女人羞辱过，你是头一个。你有胆量敢教训我，就要有本事承担后果。我说过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君子，你也敢讲你是君子？你若是君子，你就别去掠遐无过人掠去关，害因家破人亡。你若是君子，你就袂连阮平家一个老大了掠去拍。你这块手段，你都无够恶质，你根本就少年。你不要在这里跟我耍嘴皮子。上次是你好运逃过死罪，我如果想再治你的罪的话，简直是易如反掌。我清清白白，我唔惊你甲我威啊！我不是威胁你，我是在提醒你。你说你自己是清清白白的，可是你别忘了，你的公公呢？你的丈夫呢？难道他们没有一丁点的问题足以让人把柄吗？阮平家是咱老实的讨海人，伊都是清清白白的。彭家也有清白的人。民国36年，你公公用渔船在林茂村出海，逃离台湾。半年前，林茂村在你家里被逮的时候，你丈夫就在场，他显然是窝藏逃犯。这2样罪加起来，就足够让你们3个人坐一辈子的牢，永远不见天日。可是我不忍心啊，我不忍心你的公公跟你的丈夫因为你的不当思想言行而牵连入狱。我知道，他们都是老实的讨海人，一辈子奉公守法，连监狱长什么样子都不见得知道。吴雨，你骂我是小人，甚至骂我是畜生，可是你扪心自问，畜生也有同情心的嘛。吴雨梅，你可知道你为彭家带来了多少麻烦呢？上次你好运逃过一劫，可是你已经是个有案在身的准叛乱犯，谁跟你有关系，谁就倒霉。我告诉你，你公公是条汉子，他处处为你着想。不管我们怎么样逼他，他硬是不肯把你拖下水。可是你呢？你有没有替他们父子设想过？我随时都会监视你、检查你。如果你继续留在彭家，我保证，连你公公、你丈夫我一起抓。今年不忍心离开他们，总有一天，你好你的囝变作无依无我的孤儿，莫讲我无给你提醒哦。你到底是要安怎？
真简单，找一个所在，让自己消失。为你袂吃袂困，心思白头白昏，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其实啊吼，生几工啊，才这样才困的。阿爸，咱来客厅坐，我代志要甲你讲。阿妹，到底是什么代志哈？阿爸，我有去找调查局迄个姓董的。啥？你去找迄个姓董的？啊，阿妹，你找是要创啥啦？你就知影这人哦是歹心动型，啊，咱啥物都袂负啊，你还袂算我上马起火呢？阿妹，你还是咧创啥啦？你起来啊！因的手大遮尔大，你若要甲我讲，因甲你拍到安尼，你也无甲我讲。阿妹，莫安尼啦，你还是咧创啥啦？多谢你。虽然甲你拍到安尼，甲你母了，甲你糟蹋，你嘛是搁咧保护我，拢是我母，啊你受到遮尔济委屈。阿妹啊，种过去事啊啦，莫搁讲啊吼，起起来。但是我甲皮家了遮尔济麻烦，还并无过去。阿爸，你感觉足自私的？你处处咧替我想，处处咧保护我，我实在是无咧面，真的是。我对不起你，我嘛对不起皮家。阿妹，莫安尼讲，莫安尼讲啦，紧起来啦！阿妹，拜托，莫安尼讲啦吼。你再当我讲了无唔对，皮家人是因为我，嘛袂惹着这么大的麻烦。你知影啊？恁两个人一世人老老实实咧讨害，恁根本就无可能去惹着调查局的人。阿妹，好啦，你咧插迄个姓董的咧讲啥？迄是阿爸吼嘴很硬啦，啊心里较歹安大细声，皮麻烫疼啦，无啥啦。好啦，阿妹，这样代志吼，你就莫甲藏踮咧心肝头啊！啊，当咱即摆平价，敢毋是啊平平安咱伫过日子啊？我才袂插入什么警察局啦、调查局啦，我才唔相信吼，这世间无王法。拢是我好红势，你哪雄雄讲这啦？较算有一天，我巴度做阿爸的好媳妇，甲你的好太太。哎呀，你会原谅我？你甲我走愈远愈好，我永远都无想要看到你。阿咪的离开哦，伊是有苦衷的，甲王爸无关系啦。苦衷？啊，到底是为什么苦衷？我哪唔知影啦？啊，为什么恁大家拢知影伊要离开，只有我一个人唔知影哈？你哪有这种眼神咧看我？我是甲留在遮要创啥？我当然赶伊回去啊！你安尼做，你到底是存什么心啊？
你敢真正看我人甲我咧跳分开哦？哎呀，拢是我唔好。阿强，阿强，我一定要接受着阿妹离开我的事实吗？我唔相信。天光不甘起床，不愿将梦拍断，梦中声声句句，问你敢有想阮？问你敢有想阮？恨你无分无寸，为何夜夜放阮？为你袂食。